有一種生物，連小行星撞地球都殺唔死佢，佢細到用肉眼都好難睇到，但係又犀利到可以喺宇宙橫行，真係可以話係生命界嘅開掛玩家。佢就係水熊蟲，一種經歷過5次生物大滅絕，喺地球繁衍咗5億年，足跡遍佈天地嘅微觀王者。佢嘅生存韌性足以顛覆人類對生命嘅所有認知。水熊蟲從來都唔係傳說中嘅永生怪物，但係佢可以憑一套隱生絕技喺極端環境度暫停生命，等環境合適再重新復活。呢一份生存智慧，縱觀地球生命史，冇其他生物可以做到。水熊蟲嘅不死傳奇，絕非空穴來風，而係經過全球科學家驗證嘅硬核實力。佢哋可以承受接近絕對0度嘅極寒環境，就算喺零下196攝氏度嘅液氮裏面冰封咗幾十年，只要一遇水就可以即刻甦醒，仲可以繁殖後代。面對181攝氏度嘅高溫炙烤，佢哋依然可以保持生機，遠遠超過咗滾水嘅致命核值。更令人驚訝嘅係，佢哋既可以頂住馬里亞納海溝1200個大氣壓嘅深海擠壓，又可以抵禦人類致死劑量1500倍嘅宇宙輻射。呢一份耐受能力，真係可以話係生命界嘅奇蹟。最出圈嘅莫過於2007年歐洲航天局嘅太空實驗，3000隻水熊蟲冇做保護就被送入太空，暴露喺真空同高能紫外線輻射度。12日之後返嚟地球嗰陣，超過68%嘅個體都成功生存落嚟，仲順順利利生咗健康嘅後代，成為到而家為止已知唯一一個可以喺太空真空環境度生存同繁殖嘅多細胞生物。講完佢嘅生存絕技，再睇下佢嘅外形同結構，每一處都暗藏住生存嘅玄機。水熊蟲個身長先得0.05到1.2毫米，最大嘅個體都唔過1.5毫米，要借助顯微鏡先可以睇到佢嘅全貌。圓碌碌嘅軀體呈圓柱形，分為4個體節，覆蓋住一層薄薄嘅角質層，體色多姿多彩，透明、黃、綠、棕色都有。佢哋嘅體色大部分都係嚟自食物裏面嘅藻類、細菌或者係體內色素沉積，有啲種類仲可以隨環境而改變顏色，真係可以話係微觀界嘅偽裝大師。同地球上絕大多數嘅生物完全唔同，水熊蟲嘅細胞數量一世都恒定唔變，通常都維持喺1000個左右。從幼體到成體唔使細胞分裂，淨係靠細胞體積膨脹嚟實現生長。呢一種獨一無二嘅生長模式，為佢嘅極端生存能力築起一個堅實嘅基礎，亦都令佢成為科學家研究生命極限嘅核心樣本。呢一份逆天嘅生存能力背後，係水熊蟲有3套可以話係完美到爆嘅保命機制。我國科學家花咗6年時間潛心鑽研，結合2025年最新嘅基因組圖譜研究，終於揭開咗佢核心嘅奧秘。首先，佢哋可以從細菌、真菌、植物入面水平轉移外來基因，生成甜菜色素嚟清除體內嘅活性氧，抵禦輻射造成嘅損傷。第二，緩步動物特有嘅蛋白通過雙分離，可以好快修復受損嘅 DNA， 真係可以話係 DNA 嘅防彈衣。第三，佢哋體內嘅古老蛋白呈現一種特殊嘅輻照響應模式，能夠喺極端環境度維持細胞結構完整。更加令人振奮嘅係，將水熊蟲嘅抗輻射分子轉去人猿細胞度，可以顯著提升人類細胞嘅抗輻射能力，為深空探測、輻射防護技術嘅研發提供咗至關重要嘅理論支撐。呢個微小嘅生命唔單止係極端環境嘅生存大師，更加係人類探索生命極限嘅重要載體。水熊蟲嘅存在話俾我哋知，生命嘅強大從來都唔係取決於體型嘅大細，而係在於適應能力同堅韌嘅意志。呢個藏喺顯微鏡下面嘅微觀王者，用佢嘅一生嚟詮釋生命嘅韌性，亦都令到人類對生命嘅邊界有咗更加深刻嘅認知。生命嘅潛力遠比我哋想象嘅更加無窮。佢好似喺度提醒我哋，宇宙好大，但係堅持活落嚟嘅勇氣更加大。